玉重寶，中古之色，奇物不可勝極。入其後宮，美人婦女以千數，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。原沛公急還霸上，無留宮中。呢段說話嘅意思就係話嗱，我哋入到嚟秦宮，你睇到咁多奇珍異寶喺個後宮裏邊，又有成千咁多嘅美女，可見啊秦係點咁驕奢淫逸，所以佢會亡天下。所以你就唔好留喺呢度，最好就還軍霸上。劉邦初初咧就唔聽呢個樊噲講嘅，後來張良咧就更進一步，就勸呢個劉邦，話俾佢聽，所謂忠言逆耳就利於行，良藥苦口就利於病，你最好就聽樊噲講。後來劉邦終於就聽呢兩個部屬所勸，就離開阿房宮，跟住就同呢個秦民約法三章。嗱，呢個就係忍辱。除咗忍辱，劉邦仲係忍心。呢個忍心其實亦都可以話佢夠狠，為咗成就自己，不惜犧牲自己嘅家人。項羽捉咗佢老豆，要挾佢，要佢投降，佢唔就範。項羽話：你唔就範咩？我就殺咗你老豆，煮咗佢嚟食。劉邦就答項羽：若為兄弟，吾雍即若雍，必欲烹而雍，則幸分我一杯羹。呢段說話就話嗱，我哋咧就曾經係結拜兄弟，我老豆咪即係你老豆。如果你要殺咗呢個老豆，又煮佢嚟食嘅，唔該你分一杯羹俾我吃。或者佢認為項羽唔會殺佢老豆，但係當項羽要殺佢老豆嚟要挾佢投降嘅時候，佢竟然有咁樣嘅反應，就可見此人幾咁忍心同埋狠心。忍心嘅另外一個事例呢，就係佢敗走彭城，俾敵人追殺嘅時候，為咗減輕嗰個馬車嘅重量，竟然三番四次將佢嘅子女掟落車。如果唔係夏侯嬰救咗佢嘅子女，執翻嚟，佢就變咗殺兒兇手。忍辱又得，對子女對自己嘅父親又夠忍心同埋狠心，加上又有權謀，最重要嘅仲有幾個好得力嘅助手嚟輔助佢，想唔統一天下都幾難啊！幫劉邦打下江山嘅將領，大部分都係草莽出身，根本唔慣行君臣之禮。天下穩定之後，佢哋經常飲酒爭功，一片混亂。朝廷之上完全見唔到應有嘅莊嚴禮制，因此劉邦就派秦朝博士叔孫通設定君臣朝廷嘅儀式。後嚟當劉邦首次睇見百官朝見嘅壯觀排場，就大發感慨咁話：哇！我到今日先知道做帝王原來係咁尊貴㗎。劉邦係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皇帝，以一介布衣可以一統天下。除咗靠個人嘅努力同埋運氣之外，仲要識得用人。劉邦就真係好好彩，環繞佢喺身邊好多謀士，全部都係足智多謀，而且咧有啲仲係好打得。劉邦高度評價三個人，認為呢三個人就係幫助佢得天下。一個就係決勝千里、運籌帷幄嘅張良，呢個可稱係帝師。另外一位就係鎮國安民嘅蕭相國蕭何，跟住呢位亦都好犀利，戰無不勝、攻無不克嘅大將軍韓信。有咗呢三個人嘅輔助，佢先至可以得天下。劉邦高度評價呢三個人嘅話語，其實亦都有啲玄機。呢啲玄機亦都好可能係殺機。因為好多開國皇帝都中意誅殺功臣，所謂狡兔死就走狗烹。張良最聰明，
佢一早睇出劉邦真係未必可以共富貴，所以佢識得咩叫做功成身退。喺西漢王朝建立之初，張良咧就冇做過大官嘅。嗱，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要自行隱退，因為佢知道功高震主嘅結果係乜嘢。劉邦論功行賞，要封佢3萬戶，但係張良就話俾佢聽：我出謀獻策，你肯接受，我已經好高興。你唔需要封我3萬戶，如果要封嘅話咧，就將我哋兩個過去相遇嗰笪地方留封俾我啦。咁於是劉邦就封佢做劉侯。嗱，張良係喺呢3個人裏邊唯一一個可以得到善終嘅，主要就係因為佢如果用而家嘅話嚟講係 EQ 比較高，醒目，知道劉邦呢個人係唔容易相遇嘅。嗱，另外一位就係蕭何。蕭何同劉邦嘅私人感情係最好嘅。喺劉邦發跡之前咧，做呢個泗水亭長，蕭何咧就做縣令嘅秘書。嗰陣時兩個人咧關係已經好密切㗎啦。有時劉邦做咗啲衰嘢咧，蕭何就幫佢頂嘅。所以劉邦要去打江山，蕭何好自然就係佢嘅左右手。好啦，當呢個西漢王朝建立嘅時候，蕭何就成為相國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但係呢個皇帝對於呢位蕭相國其實都有嫉忌之心，周圍去打探究竟佢得唔得民望。有一次劉邦領軍向外征討嘅時候，留低呢個蕭何喺京師，但係一方面佢又派人嚟打探呢個蕭何嘅動向。啲探子話俾佢聽，蕭相國安撫民心，又好得民心，於是劉邦呢心裏就有數。後來蕭何亦都察覺到劉邦呢對佢似乎有啲疑忌，於是就諗出一條橋，就係叫自污其名，自己做啲衰嘢，令到個皇帝注意，叫個皇帝覺得，咦，點解呢個蕭相國會做衰嘢呢？佢做衰嘢即係不足為患。但係蕭何做完衰嘢之後又後悔，又做翻啲好事，呢啲好事又傳到皇帝嘅耳裏邊，於是又開始又詐忌佢，又揾個藉口就將佢送入監牢。但係皇帝身邊嘅人話俾皇帝聽，喂，蕭相國佢係丞相，佢做好事咪即係皇帝做好事咯，你應該將佢放出嚟。咁啊，於是咧劉邦又放翻蕭何。蕭何嘅命運就係咁樣兜兜轉轉，當然佢結果都可以得到善終，唔使俾呢個漢高祖所殺。但係另外一個人就冇咁好彩，呢個大將軍韓信一直以來就被認為有謀反之心，尤其是佢東征西討嘅時候戰功彪炳，呢啲係最典型嘅功高震主。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嘅意思就係蕭何慧眼識韓信，介紹俾劉邦，幫劉邦建功立業。敗也蕭何就係蕭何同呂后合謀，就誘捕呢個韓信，結果韓信呢就被貶為呢個淮陰侯，貶為淮陰侯之後，最後更被呂后所殺。嗱，呢啲就係狡兔死走狗烹嘅最好嘅例子。歷來啲開國皇帝都係會誅殺功臣，所以功高震主，位高勢危，歷史永遠都係咁樣嘅。所以做奴才都要有啲本事，否則嘅話到最後個下場都係好悲慘嘅。又到咗要講成語故事嘅時候。咁呢一集咧都有幾個相關嘅成語，一個咧就係楚河漢界，咁好清楚啦，劃清界線，棋都有得捉啦，係咪？其實就係楚漢相爭嘅時候，咁呢一句成語，咁大家而家都好慣常使用噶啦。另外一個咧就係約法三章，點解唔係約法四章、約法五章，係約法三章咧？約法三章又出自何經何典呢？喺公元前206年，秦就已經亡咗啦。劉邦攻入呢個咸陽城，同秦民約法三章，
編三章啊，殺人者死，傷人及